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感謝主，本節嘅有機會翻來思考上帝嘅話語。這個感謝主嘅恩典哈。弟兄姊妹，自家去買東西嘅時候，自家唔要看佢嘅價錢係嘛？有啲東西嘅價錢貴，有啲便宜啊。貴嘅便宜就係決定呢個東西嘅價錢。價錢，自家人嘅價錢點樣變呢？人嘅價錢同嘅價錢點樣變呢？因為嚟衡量呢，有啲人可能會看佢吃嘅部大嘅細，佢種嘅茶係好嘅茶，或者普通嘅茶，或者佢做嘅辛苦，或者佢做工嘅地方嘅個身份嘅個地位，還有就係嘅個學歷嚟判定嘅個價錢係點樣呢？但係這個其實人當然唔係從外面來評估一個人嘅價錢，因為這個係上帝所創造嘅，也係耶穌基督所救贖嘅人，所以這個應該係從上帝嘅眼中嚟衡量呢個人嘅價錢係點樣。耶穌在約翰福音第10章講了一個比喻，就係關於好牧人嘅比喻。耶穌佢講佢就係一隻好嘅牧人。好嘅牧人甲僱工係唔同嘅，僱工呢就係為咗賺錢嚟照顧羊群，佢看重嘅就係佢唔係嚟講所以當羊面對危險，好像有狼群嚟攻擊嘅時候呢，佢就先走嚟，佢先保護佢嘅性命，撇開佢嘅羊群。但係好牧人佢係照顧佢認識，而且保護佢嘅羊群。甚至當羊面對危險嘅時候，佢也冒出佢嘅性命嚟保護佢嘅羊群。也就係好牧人。耶穌佢咁樣講，就係本自家地，佢對自家就好像一隻好嘅牧人對佢嘅羊群。所以耶穌佢講，愛係好牧人，好牧人係為將生命嘅嗬。當自家聽到耶穌講呢句話嘅時候，心裏面一定會有很大嘅震撼啊！因為自家聽到耶穌佢何等嘅愛自家，在佢嘅眼中，自家係何等有價值，自家嘅價值就係耶穌嘅生命。耶穌佢用佢嘅生命嚟救了自家，就係表示自家嘅價值就係耶穌佢嘅生命。佢為自家嘅緣故離開了天上榮耀富貴嘅一切嘅享受，佢來到自家人間嚟尋找自家，最後佢為自家死在十字架上，受了一切嘅苦難，為咗去買呢，就係救自家脫離最大嘅危險，就係罪惡嘅死亡，讓自家在耶穌裏面，自家就好像一隻失去唔見嘅人，重新嘅本上帝尋找來，自家迷路就向滅亡討路嘅人，而家上帝救自家，帶領自家進入到永恆嘅生命，也就係上帝在耶穌裏面對自家表示最大嘅愛。這個價值就係耶穌嘅命。有一位嘅姊妹佢很懷疑佢這個價值，因為佢係一個本人南來嘅聖人，當佢啲佢係本人南來嘅，佢就很懷疑佢嘅這個價值就係佢知道佢咩唔可以，就讓佢送本別人。原來本丁嘅咩愛送佢去個要錢嘅人嘅目計跌但係唔知用品在良用嘅過程當中有混亂嘅情況，結果就伴一對殘障很安巧嘅夫妻男子所以佢在咁樣嘅環境狀態佢一啲都唔曉接受佢自己嘅身份。佢結婚咧，佢也用聖人咧，但係婚姻唔曉本佢安全，佢要自己聖人也唔曉本佢安全。有一日當佢看定嘅聖人，佢帶定嘅聖人，
但係個聖人唔聽話之時啊，佢就面到佢愛狂咧，因為佢唔曉接納佢自己嘅價值，你下做一隻阿妹，佢一知道佢按食派啊，就在佢按無處嘅時節啊，佢突然間想到耶穌基督當十字架，當佢一下想到耶穌基督當十字架，係為佢嘅緣故，為佢受苦，付上了安太代價來救佢嘅時節，佢突然間感受到原來佢嘅價值唔係佢阿爸阿媽樣辦過，唔係佢成長嘅環境樣辦過，唔係佢自家樣辦看佢自家，佢嘅價值係耶穌當在十字架上嘅代價。你啊就像在哥林多前書6章20節所講嘅嗬，自家係耶穌重價買來嘅，所以因為係耶穌重價買自家來，所以今下自家價值唔係自家社會、家庭、環境或者自家樣辦講，係單將耶穌樣辦講，唔在乎別人樣辦評論自家，係耶穌樣辦來看自家。你知姊妹啊，當佢潛在在耶穌基督嘅價值嘅時節啊，佢曉原諒嘅爸媽，佢過後有機會啊，依作嘅讓佢阿媽，佢描述嘅媽，佢向嘅媽傳福音，呢就係一個潛在新概念啊嘅轉變，佢唔會像過去過日咧，按到包真，按到不滿咧，呢人生，但係佢歡歡喜喜接受佢所經歷嘅一切。其實啊，這個人生啊，都係追求有價值、有意義嘅生命啊。但係這個發現到唔係環境，也唔係這個努力要得出嘅價值，呢一切都暫時就唔係能夠完全嘅決定這個係有價值。這個價值唯有就係當這個來到主耶穌面前，在十字架嘅底下嘅會看見耶穌基為這個付出嘅一切嘅代價嘅時候，這個就知道這個係有價值嘅，因為上帝何等愛這個為這個付出嘅生命，這個每一日都係在耶穌基督裡面嘅人，所以這個每一個人都係有價值嘅人。無論嘢環境樣本，嘢環境樣本，其實這個都係在主裡面上帝所看重、所愛惜嘅。所以這個應該發出一隻有價值嘅生命嚟。樣本呢，首先就係這個愛要接受這個，接納這個。當然在這個人生嘅過程，從小狀態幾十年嘅時間，可能經歷到很多嘅痛苦。這個可能本人傷害，這個也可能因為這個嘅軟弱，有很這個很多嘅失敗，還有這個有很多嘅限制，很多唔少嘅地方，這個可能對這個有很多唔滿意嘅地方咯。呢一切都造成了這個是危機人樣本嘅人樣本嚟看這個。但係這個係地嚇，無論這個過去有越多嘅傷害，越多嘅失敗軟弱。唔少嘅地方，但係耶穌佢救這個嘅時候呢，佢已經使這個是為一隻新創嘅人咯。所以嘅裡面呢，這個係一隻新創係有價值嘅，所以這個要曉得來接納這個，唔係憑這個嘅力量，也唔係憑別人嘅眼看這個，而係憑上帝在耶穌裡面所為這個所做嘅一切。唯有當這個要接納這個嘅時候，這個就知道這個人生係有意義嘅，這個就可以有滿足、喜樂、感恩嘅心來過這個每日嘅生活，來面對這個一切嘅軟弱也好，這個嘅過去也好，這個靠着主，這個看一切都係過去，並且在耶穌裡面一切都係新嘅。但我係知道嗬，就係這個也愛要釋放啊。
曾經批評這個或者講這個無用嘅人，因為別人一般講，就將這個接受佢對這個評論啊、嘅評價，這個愛釋放，這個愛表現佢，這個愛啲耶穌已經赦免咧，所以這個也愛赦免別人佢就也係在一個唔完全嘅假設嘅人生當中來看上世，所以佢就講嘅話也唔完全。我記得我要一下小學之時跌倒，我小吞血，結果我唔要用真笑來寫詩，我要用作笑寫詩。哇，計上是很痛苦要一隻人文嘅先生，佢唔啲，佢講你用乜都好，你下就愛教我做好了功課，我在課堂上我就可以改進咧。你表慢你就冇分數咧。我計上是一切教，知道我真少吞吃咧，我就冇用咧。但係我朋友佢聽少我，佢講唔怕，來我聽少你。但係計上是我也要黐我我一唔可以帶頭我講唔怕，我愛自家來做，用作笑寫詩寫到安苦，也冇相干。一面教一面寫，你按影響我，對我這個價值上下知道我呢下跌到咧，我不平咧，我聽到咧，我就冇價值咧。其實唔咩，上帝唔係咁樣看這個上帝按體諒了解這個樣樣。感謝上帝，當我相信耶穌過後，我要釋放。我要原諒你隻先生，佢對我唔好，但係上帝冇對我唔好。上帝仍然本來就智慧，我仍然要靠天一天二天三命，我仍然要開成績，因為我在耶穌裏得出真實嘅價值，所以我就學識用辦釋放其他一切唔好評論。這個一方面來接納這個，另一方面這個要釋放別人對這個嘅唔好，還有這個要記得當上帝叫這個本這個一隻新的身份，有新的價值的時候，你唔係單單為咗這個滿足這個本身的自豪，那係愛這個將這個新的生命發出來，能夠來祝福人是別人也從這個身上看見。原來耶穌裏面嘅人生係一般嘅人生，就好像係記得有一隻羅姊妹你係記得轉天堂，佢信了耶穌之後呢，佢嘅表情就有安排嘅改變，過去常常都按舊時這個面好像腐敗一樣，但係信了耶穌，佢就完全嘅改變，充滿笑容，充滿喜樂。唔係單單佢話別人都發覺到佢唔相同，就係咁樣當佢認識了主，佢發出一隻有價值嘅人生，連別人都覺悟得到。然後就係上帝愛嘅，佢叫這個本這個人嘅價值就係使這個將呢個有價值嘅生命發出來，嚟一使別人一從這個身上嚟經歷領受上帝嘅恩典，把耶穌嘅福音。耶穌嘅愛傳講，就好像頭先師母講嘅就姊妹一樣當佢從耶穌裏面潛到入嘅價值之後呢，佢唔單單接納耶穌嘅父母係把福音傳本嘅父母，你就係上帝愛自己做嘅，當然自己傳福音唔係單單用自己嘅嘴講嘅字，而係用自己嘅行動自己。改變嘅生命係一隻有價值嘅生命，讓人能夠少吸引一聽自己嚟認識，甚至自己耶穌基督。兄姊妹，今日你嘅性格係唔係要回歸？若你呢下係尋唔到你嘅價值，愛多轉到耶穌面前，耶穌用嘅命來買你，用嘅命來救贖你。所以你嘅價值
就是耶稣的命，你的价值，我的价值，就是耶稣的宝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多在耶稣面前来看到佢样般看人，样般看人，咁样这个人生就會有安泰的改變。这个来禱告，天父上帝感謝你，因為你用你寶血來買贖我哋，你為我哋犧牲你性命，所以今日我哋知，我哋係有價值的人。你看我哋為寶貴，你看我哋係尊重嘅，讓我哋要接納我哋嘅人生，我哋嘅性格，因為我哋係一個在耶穌裏新造的人，所以有新的生命和新的方向，有人生更高的目標，幫助我哋要發出你真實的價值來，榮耀你，也帶領別人來認識你。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